好啦，2014年嘅第九題啊，我哋睇睇地球結構啊，咁都係背為主嘅。第一個 option 啦，軟流圈俾地殼厚咯，咁你要記得，其實我哋分三層啦，最上高咧就係地殼，OK，地殼，咁中間咧就係地幔，最底咧就係地核，最入邊啦吓。咁其實喺呢幾個層面嚟講咧。越往入邊咧，其實個溫度啦、厚度啦、密度啦，都係會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其實咧，軟流圈係咩地方咧？呢三個名雖然冇軟流圈，但係如果同學有溫書嘅話咧，軟流圈其實喺地幔，因為地幔分咗做三層，就分別係地幔最上層，中間就係軟流圈同埋下地幔。咁所以如果就咁計，單純計軟流圈嘅話咧，其實佢都係比地殼厚嘅。咁所以一咧係啱嘅。第二啦，下地幔處於熔融狀態啊，熔融狀態即係一個黏稠狀、漿糊狀、結塔塔咁樣啦，好似你飲碗仔翅嗰啲咁嘅 feel 啊，芝麻糊啲咁嘅 feel 啊。咁如果喺下地幔嚟講咧，其實佢就唔係一個熔融狀態，因為喺軟流圈先係熔融狀態，喺下地幔其實誒已經係好厚啦，壓實咗佢，所以其實喺下地幔咧係一個固態嚟嘅，所以二咧其實唔啱嘅。OK，咁第三啦，外地核嘅密度比內地核低啦，咁一定唔會啦，因為地核分咗做兩層，一個外一個內，內一定係更加高嘅。我哋講咗個密度啊嘛，一定係更加高，咁所以三咧都啱，答案就係 boy。所以基本上喺每一層咧，你都要記得佢係乜嘢嘅形態啦。我哋地殼分別有大洋地殼、大陸地殼，地幔分別有上地幔、軟流圈、下地幔，地核有外地核、內地核，你都要記得佢係咩形態，因為隨時都會考，同埋溫度、厚度、密度呢三層，呢三個層面啊，邊一個係勁啲噶啦，咁都要記得嘅。我諗去到24年嘅第十題啦，誒，sorry，14年第十題啦，咁啊好簡單，不是侵入火山狀，其實基本上你睇下呢三個擺明兄弟嚟噶啦，岩啊，大家都姓岩嘅係咪？呢三個就係侵入火山作用嘅一啲地貌啦，咁基本上得熔岩高原唔係嘅，因為熔岩高原係會即係會噴出地表噶嘛，係咪流出地表？咁所以呢個係噴出火山，即係噴出火山作用嚟噶啦，咁所以佢唔係侵入火山活動嚟嘅。咁所以答案咧就只有 D 嘅啫，呢一條非常簡單啦。我係14年嘅11題啦，咁歐亞板塊同菲律賓板塊啦，咁俾埋碰撞你啊，咁咪就一睇咧剔除咗二呢個答案，因為大洋中脊係咪碰撞啊？唔係，佢係背離建設性板塊噶嘛，咁所以陽脊一定係唔啱嘅。咁冇咗二之後咧，其實答案咧就得翻一三嘅啫，因為海溝同火山島湖咧，都會係破壞性板塊邊界其中一啲地貌嚟嘅，咁所以答案就係 boy 啦喺呢度。我14年第12條啊，咁啊問咗個311嘅地震啦，2011年啊，係啦，咁大海嘯嚟嘅，咁睇下接近地震震央，好明顯啱啦，因為仙台都好近個震央嘅，係咪？大家個位置好近，咁所以啱嘅。第二個地球出現大規模位移啊，咁冇錯，因為當時那一特就係一個9.0級嘅大地震嚟嘅，咁所以一個係好具規模嘅，咁所以有大規模位移啦，冇錯嘅。第三個掩蔽海灣令海浪高度大幅上升，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咧凹咗落去係一個海灣，其實有少少諗到 C2嘅題目咧，一個碑。咁個碑咧本身嚟講，因為咁窄嘅時候咧，大量海水湧埋去咧，咁就一個咁窄嘅位置啦，容納唔到咁多海水，咁啲海水一嘢湧埋去嘅時候咧，咁就令到嗰個海水嘅高度咧更加大幅上升啊，係啦，咁所以令到個傷亡咧就更加慘重，所以答案咧係一二三都啱，答案係 D 啊。喂，14年嘅第13題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呀呢啲咁嘅圖表啦。咁啊先分佢係大頭定細頭啦，係咪？咁明顯呢邊就係大頭仔啦。我係大頭仔，咁你本身原本呢條線咧，我係原本呢個就係個大家平衡嘅。咁但係而家大頭仔好明顯就升咗上去啦，係咪？呢個位置
好明顯就係升咗上去嘅。咁大頭升啦，呢個角度係細過90度啦。其實咧就係一個擠壓力造成嘅斷層嚟嘅。咁所以擠壓力造成嘅斷層啦，有位移啦，出現咗斷層啦，其實全部都啱。13條嘅答案咧，其實就係多啦，係呢一條好簡單嘅。先判斷大頭啦，大頭升細過90度，我哋就係逆斷層啦。如果大頭跌大過90度咧，就係一個正斷層嚟嘅。咁好簡單啦。我14年嘅就係14題啦，咁你見到呢啲海題咧，其實已經唔喺個 syllabus 入邊噶啦，不過都可以了解下啦。有助減少海嘯造成嘅破壞咧，其實就唔關事，因為佢本身都唔係攞嚟抵擋個海嘯嘅，係啊，咁所以呢個唔關事啦。答案其實就係2、3、4嘅嘢，因為佢會造成阻住沿岸漂移，有啲沉積物會喺度俾人頂住咗，啊咁就唔能夠去到嗰邊啦，去唔到嗰邊啦，咁所以沿岸漂移係會有所影響啦。咁三係一種硬策略，冇錯啦，佢唔係一啲，即係佢係一啲人工造成嘅保護海岸嘅措施嚟噶嘛，佢唔係天然嘅。OK，咁所以其實咧喺呢一度咧係一個硬策略啦，冇錯，答案就係2、3、4啦，呢一條題目。好啦，咁啊14年嘅第15題啊，獅耳波浪嘅題目嘅，咁問你破壞性波浪啦。呢度我畫咗兩個波浪，一同埋二嘅。一咧其實就係破壞性嚟嘅，2號仔咧其實就係建設性嚟嘅。其實點分嘅咧？破壞性波浪咧，你就見到係好勁嘅，就係一個浪冚一個浪冚一個浪。咁而建設性咧就係比較平緩嘅。OK，哦個浪嚟好耐，慢慢先退走。哦個浪嚟好耐，慢慢先退走。咁我哋一齊睇睇啦。長波長係咩咧？波長就解緊咧浪與浪之間嗰個長度啊，係咪？咁你見到哇呢個波長就好耐啦。呢個破壞性板塊sorry 破壞性波浪咧。佢個波長咧就短好多，咁所以波長長啱啱咧就唔啱啊，因為建設性嘅波浪咧先係波長長。咁波浪頻率高啦，你見到係一個搭一個，一個搭一個，或一個搭一個，一個搭一個咁樣嚟啦，哇好勁嘅，咁所以係啱嘅。第三啊，回流強衝流弱，咁你可以了解下啦，係咪衝流即係你去沙灘度嗰啲浪冚埋嚟，OK，咁呢個叫衝流，個浪唔會永遠都冚埋嚟噶嘛，佢會退翻落去個海度嘅，咁呢個叫回流。咁咩叫破壞性啊？破壞性就係回流強啲咯，冇錯啦。因為沖流係帶啲嘢過嚟咯，帶啲海浪物質過嚟喺海灘度沉積。咁如果回流強咧，咁就帶走呢啲喺海灘物質，帶走佢。咁 that's why 先叫破壞啊嘛，因為帶走啲嘢啊嘛。OK，咁所以三係啱嘅，答案就係2、3、4。呢個好基本嘅 concept，但係當年咧呢個題目咧。其實只係得咧44%嘅同學仔咧係答得啱，咁所以 concept 清咧係好緊要喺 Geog，OK，特別係 C2嘅題目啦。哇，咁去到14年16題啦，你見到呢個係 C2題目啦，又係一個甲嚟嘅喺呢一度，我係一個甲嚟嘅。好啦，咁你大家望一望侵蝕地形啊，咁肯定啦，見到啲波浪咁鬼勁都知佢侵蝕緊啦，係咪？所以侵蝕咧就一定唔係建設性波浪，侵蝕係破壞性波浪啊嘛。咁呢個一睇就知係錯噶啦。咁喺甲角出現啱啦，頭先寫咗甲，咁所以答案咧就係1、3。喂，咁你一定要注意啊，侵蝕咧就係破壞性波浪嘅，沉積咧先係建設性波浪。好啦，14年17題啦，植被增加，咁節流增加一定噶啦，係咪？因為多咗樹多樹葉，咁啊截住啲水，咁節流增加啦。咁樣植被永遠同地表徑流都係相反嘅概念，植被增加，地表徑流就會減少，因為啲水會截住，俾截住咗啦，或者會下滲啦，咁啊地表徑流就會慢咗少咗嘅，咁即係1、2啦，一定啱。第三個地下水位下降咧，咁啊其實咧係唔啱嘅。點解咧？因為你諗下，其實我哋有下滲，係咪咁多有樹木啦？樹木咁呢下滲啲水咧就會去到下邊嚟噶，啲水滴落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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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落嚟。咁呢啲下邊係地下水嚟噶嘛？咁下滲咧，地下水就會 keep 住喺度儲存啦。咁個地下水位其實係會上升嘅，唔會下降。咁但係如果你諗下地表徑流，我係一個冇樹木嘅地表，我係地表徑流啦，咁就會啲水就會咻一聲瀡走晒，就唔能夠咧進行下滲啦。咁所以地下水位先會減少。咁所以有樹木嘅時候咧，地下水位係會上升而唔會減少。答案就係 A。我哋14年嘅第18題啊，哪一項不是長江中上游建設水壩帶嚟嘅好處？咁我哋一齊睇睇啦。
咁啊，發展旅遊一定係啦，係咪？如果唔係咁多人去三峽大壩做乜鬼啊？就係睇佢有幾壯觀啊嘛嚇，升降機係咪？又可以車啲船，就係啲船可以搭 lift 啊嘛，係咪好犀利嘅？咁啲一定啱啊！所以發電亦都係大壩嘅其中一個好處啦，唔使問啦。咁啊，大壩亦都係可以喺上游度截住啲水啦，咁令到下游嘅水量減少，從而減少嗰個氾濫嘅機會啦。咁一定係啱嘅。咁至於 A 咧，其實呢一句文字咧，佢係啱嘅，減少下游有機物質。因為我哋個大壩閂咗閘之後咧，其實好多嘅沉積物咧都會喺個大壩後方，因為截住咗，落唔到去下游。其實係減少下游嘅有機物質。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嚟講咧，呢個亦都唔係好處，因為沉積物入邊咧，其實有好多有機物質，呢啲係有營養嘅。咁如果佢落到去下游嘅話咧，其實係有助於種植嘅。呢啲沉積物當有氾濫平原嘅時候，係會為土壤咧帶嚟好肥沃嘅充植土。咁但係如果減少咗嘅話咧，的確未必係佢嘅好處。咁所以答案咧，其實會係 A 呢一條。2014年19題啦，C3嘅題目，咁啊 X 地啊，咁啊內陸一個位置啦嚇，發展鋼鐵業嘅困難，原料不足應該就唔啱，因為我哋喺學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中國嘅鋼鐵嘅原材料，包括啲鐵礦石啊、煤啊等等，其實就會喺內陸，或者喺中國嘅東北部，咁所以原料不足其實唔啱。咁啊，所以困難咧，應該主要就係技術勞工唔夠啦，同埋遠離主要市場，因為中國嘅大城市通常喺沿海，係當時咁所以啲市場咧就會喺沿海地方。OK，咁所以答案咧應該會係 C 啊，呢一條19題。我係2014年20題啊，邊一項係市場導向工業嘅特徵啊？市場導向即係要近市場啦。OK，點解要近市場咧？咁勞工成本、土地成本高呢啲就唔關事啦。咁最主要就係產品易腐啦，呢個先係重關鍵答案。因為產品易腐咧，如果我哋唔近市場咧，其實就好難去售賣嘅。如果你啲產品壞咗，例如芝士、牛奶、乳酪呢啲壞咗咧，其實你就蝕晒本噶咯。所以一定要近市場，盡快將個產品咧賣去俾消費者啊，咁先能夠咧係得到金錢嘅回報。咁所以呢個係市場導向。咁所以市場導向咧，通常就係一啲易腐嘅產品咧，同埋一啲會過時嘅產品咧，就好緊要嘅。咁當然啦。笨重嘅產品咧，其實都係近市場。咁不過原料笨重咧，其實就近翻原料產地、原料導向先啱啦，係咪？咁可能佢製成品未必係好重噶嘛，我係唔肯定，係啦。咁但係如果呢四個答案比較好嘅話咧，一定係 B 呢個選擇。2014年21條啊，工業集聚嘅好處，咁啊呢個應該都好熟啦，C3嘅題目。咁工業集聚咧，一二應該係好相同嘅，降低生產成本同埋分享支援服務，咁咧係一定係啱嘅。原因喺邊度咧？例如你當鋼鐵業係咪？佢哋可以生產大量鋼鐵，咁鋼鐵嘅原材料係咩啊？係啲鐵礦石啊、煤啊咁樣。咁我哋可以工業集聚就係一大班公司，鋼鐵生產公司聚集埋一齊，咁我哋就可以一大班鋼嗰啲煤嗰啲鐵礦石啊，一嘢車載過去呢啲公司嗰度，係咪？咁你咁大量購入原材料嘅時候，咁佢咪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咯？因為好大量去買材料啊嘛。分享支援服務啦，大家有鋼鐵要出口啦，咁咪一紮鋼鐵咁一嘢車晒出去咯。咁咪分享支援服務啦，係咪？咁所以一二咧基本上係相同嘅，咁咪一齊都啱啦。咁第三啦，加強工業聯繫啦，咁大家可以幫下手啦，係咪？勞工啊、機器咁樣都可以互相去 share 下啦。咁啊，因為大家都做同一樣嘢嘅，咁萬一部機壞咗都可以問其他廠房去借啦。咁所以一二三咧都啱嘅，答案就會係 D 啊呢一條。喂，22題啦，60年代啊，個香港工業發展嘅有利因素，咁大量廉價勞工係啱嘅，因為一大班人喺50年代二戰之後咧，咁就由內地嚟到香港啊嘛，咁所以其實香港有一大班嘅勞動力喺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啱啦。完善基礎設施咧，當年60年代就未有，因為啱啱開始興工業啦，咁所以嗰陣時基礎設施咧唔算係好發達，咁所以呢個係啱嘅。第三啦，充足嘅財政啊係政府俾嘅，咁其實亦都唔啱啊，因為當時英治時期啊，對於工業個支援其實唔係好多。咁工業發展嘅錢係點樣嚟嘅咧？主要就係呢一班咧喺內地啊，除咗一班勞工嚟咗之外咧，仲有一班企業家、一啲資本家咁佢驚即係內地共產黨係贏咗啦咁樣，咁啊驚佢沒收晒啲財產啦，咁就攞埋佢哋啲資本咧，咁就嚟到香港，咁啊 set up 一啲工業，咁所以基本上
你話財政支援咧係嚟自一啲內地嘅企業家啦，就唔係話主要嚟自財政，咁所以即係主要唔係嚟自政府，咁所以答案咧只有 A 啫，22題。我14年23條啊，咁啊 C4嘅題目嚟嘅，咁又係問你4R 嗰啲政策。呢度咧係雷新春啊，OK，即係其實喺荔枝角嗰邊。咁啊，主要而家俾香港浸會大學咧攞嚟做中醫學院咁樣嘅，係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呢個舊相同新相啦，左手邊舊，右手邊新啦。咁其實有冇保存咧？咁一定有啦，係咪？因為冇拆到，即係有保存啦。咁你見到大家啲柱啊，係咪？嗰啲都係留翻嘅，係啦，咁保存啦，活化都有嘅。係咪？咁你見到佢整到靚晒啊？係咪？咁啊，亦都有啲主題加咗落去俾佢啦，令到好似好有活力咁樣啦。咁其實係有嘅。咁重建咧就冇嘅，因為你見到重建咧就一定會得翻3層，呢度一二三，係咪？咁呢度又係一二三。咁重建一定係拆晒佢咧，成棟樓再起過。咁你呢度即係九龍嚟噶嘛，咁值錢，你會唔會淨係起3層啊？一定唔會啊！你會可能起13、23、33層，係咪？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數啲樓層，如果冇變嘅話咧，咁基本上都冇重建，因為重建係成棟樓拆過去，唔會再保存呢啲建築噶啦。咁所以答案咧13咧就會係 boy 啦呢一題。我14年24題啊，解決香港固體廢物問題嘅可持續方法，OK，即係要可持續嘅，OK，即係要長遠嘅，唔能夠係淨係得短時間做到嘅。咁循環再造一定係啦，呢幾長遠嚟講幾時做幾時有啦，係咪？採用污染者自負原則，咁呢個係啦，即係加重污染者自己本身嘅負擔啦，令到佢哋可以自己警惕自己啦，避免佢哋太過浪費同埋太過污染啦。咁擴充堆填區咧就唔啱啊，因為擴充咧其實唔係一個可持續嘅做法。就算佢擴充都好咧，堆填區遲早有一日都會爆，係咪？咁而家你聽到我哋香港3大堆填區其實都就嚟飽和啦，that's why 先至有焚化嘅出現啊嘛。咁所以答案咧係 A 嘅呢一題。14年25條啊，呢條都唔使騙啦，係人都啱98%嘅同學啱。一見到 Y 運動場係咪康樂用地？基本上都唔使講，答案就係 B，其他都唔使特別講噶啦，肯定啱啊！呢有冇人聽呢條片噶啦？我相信。好啦，14年26條啊，又係 C4嘅題目，咁啊又係講城市化同埋城市成長，不厭其煩，講多次，城市化係 percentage，住喺城市人口嘅百分比有上升，城市成長係實際數字啊，住喺城市嘅人口有增長，咁我哋需要3組數據嘅，鄉郊人口啦。咁仲爭一組就係城市人口，咁我寫喺呢度啊。城市人口同埋總人口，咁好簡單嘅啫。喺地理科咧，一個國家咧，OK 嘅總人口咧，其實只係由鄉郊人口同埋城市人口加埋一齊。佢哋一係住喺鄉村，一係住喺城市嘅啫。咁你見到總人口係300萬啦，鄉郊係150萬，咁即係其實城市人口咧就係150萬啦，喺呢一度。OK，咁我寫低佢咯。好啦，咁啊呢度700萬，2010年總人口150萬鄉郊人口，即係有550萬嘅城市人口咯。咁所以當我計起嚟嘅時候咧，有冇城市成長啊？一睇誒得150萬人住城市，但係2010年咧有成550萬，肯定有實際增長。呢個係一已經啱噶啦。咁城市化咧，其實當時就係50%嘅人住喺城市啦，喺1970年係咪150萬 over 300萬乘翻100%，咁即係有50%啦。好啦，咁呢度其實一樣咁計啫，550萬 over 700萬，咁啊乘以100%，OK，咁啊俾時間我計數先。咁啊550萬 over 700萬，好，即係78.5%咯。咁你就會見到啦，10% 對比78.5%，咁好明顯有增長啦，所以城市化都係啱嘅。咁而逆城市化咧，其實我哋唔能夠單從個數據睇嘅。OK，基本上呢個 concept 咧係另一個 concept，係講緊城市成長嗰個遷移過程，total 有4個嘅。咁分別係城市個遷移過程，分別係城鄉遷移啦，50年代、70年代嘅近郊化啦。跟住就係逆城市化，不過香港冇，因為香港太細嘅，同埋2000年嘅再城市化，咁所以基本上呢啲係唔啱嘅，因為佢唔係呢兩個 concept 嚟，我哋單從上面嘅數據咧，其實睇唔到一，咁所以答案咧係23，答案係度。我14年27題啊，
咁啊，C4嘅題目啦，咁啊關於生態足印嘅。咁首先我哋要了解咩係生態足印啊？生態足印其實係一個測量嘅工具，測量啲乜嘢咧？佢係測量咧人類需要用幾多生產力嘅土地同埋海洋面積，換嚟一啲自然資源咧，俾我哋去使用。我係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喺香港而家咧，我哋需要4.4個地球啊，先能夠提供到足夠嘅資源咧，俾香港人應用。咁所以其實係攞嚟一個環保嘅一個計算環保一定量度環保嘅一個指標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下邊嘅選項咧，主要係俾大家咧一啲環保嘅方法咧，其實就係答案嚟噶啦。咁首先睇下本地生產有機食物，購買呢啲係咪可以咧？絕對係。咁有機食物咧可以減少對農業嘅污染，我用少啲化學肥料，係咪？全部用啲天然資源、天然嘢噶嘛。好啦，第二啦，節省能源嘅電器用品唔使我講啦，實啱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去買都係買一級能源標籤嗰啲電器咯。第三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亦都係，因為可以方便咧，盡量避免我哋用咁多私家車，係咪？咁啊，減少啲浪費，減少啲廢氣嘅排放。咁所以答案咧，一二三都啱，答案係多，答案係多。嗯。好，14年28題，去到 C5農業嘅題目啦。咁啊，以下邊一啲特徵咧係符合到以上嘅農業活動咧？呢張圖片一睇咧，就知畜牧業咯。你會見到好多嘅動物喺度，係咪？亦喺度做緊呢一個呢一個畜牧櫃兒咯。咁啊，畜牧業咧就好難係集約式嘅，主要係一個粗放式，咁所以二就唔啱啊。第三啦，撒下嗱一睇就知嘅，係一個自給性嘅農業，因為呢啲牲畜咧，其實就唔係貨出口嘅，係咪？咁啊，主要都係貨翻本地居民啦，同埋牧民咧去進食嘅啫。好啊，咁所以咧，答案係一三，答案係 boy 呢一條。好，14年29題啊，邊啲因素可能妨礙撒哈勒區進行農業活動？OK，內戰一定會啦，整爛晒啲土地係咪？打仗咁啊，做唔到嘢啦。政府政策不濟，冇錯啦，係可能係貪污啦，或者可能係啲糧食分配唔平均啦，等等啦，咁都會影響到農業活動啦。第三，科技水平低，唔夠用一啲唔能夠引入或者利用一啲高科技咧去提升作物嘅產量啊。咁所以一二三答案都係啱，答案就會係多啊，呢一條29題。好啊，C5好簡單，呢條我相信而家都唔會問你噶啦。有機耕作嘅特徵，咁啊生產成本都一定唔啱啦。有機耕作咧係會比較貴嘅，OK，用嘅材料咧佢都係比較貴嘅，咁所以生產成本較低咧係唔啱。所以有機食物種出嚟咧嗰啲有機菜咧係特別貴嘅。如果你喺香港有買過嘅話，係啦，基本上可以話貴1.5至2倍啦，比起普通農場種嗰啲菜。咁第二啦，唔使用化學品係啱嘅。咁我哋會用一啲唔用化學肥料啊，主要係用一啲天然嘅肥料啦，例如花生膚啊，OK，即係糞便啊嗰一類嘢啦。咁第三啦，污染較少亦都啱嘅。OK，咁答案咧就會係 C 啦。哇，14年31題啊，咁啊耕作方法減低土壤侵蝕啦，咁啊巷耕一定唔係嘅，因為巷耕咧主要係針對住呢一個水嘅水資源不足嘅問題，所以先做巷耕，同土壤嘅關係唔大嘅。咁 B 啦，單一作物耕作，咁啊一定唔係啦，呢個係有害點樣對土壤，因為我哋全部淨係種一種作物，係咪？咁嗰種作物對土地可能某一種嘅養分佢嘅需求係特別多嘅，咁就會耗盡晒土地嗰個某一種嘅養分，咁啊其實係傷害土地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一定唔啱噶啦。咁 D 啦，溫室啦，溫室都唔啱啦，因為溫室其實都係溫度啊嘛。咁所以得翻 C 嘅呢個答案。咁 C 等高耕作係咩嚟嘅？等高耕作咧，主要係按照土地嘅自然等高啊進行種植嘅，係啦。咁啊佢嘅目的啦，就係防止啲水向下流啦。OK，咁就可以減低咧土壤侵蝕，減低水帶走土壤嘅機會啦。咁其實 C 係一個最佳答案。呢個題目嘅答案咧就係 C。哦，14年32題啦，非生物組員啦，C6嘅題目，熱帶雨林啊，OK，咁即係所有唔關生物嘅事咧，咁都係非生物組員啦。咁啊，年雨量係啦，年雨量高係啱嘅，因為主要係低緯度地方啦，雨林，OK，咁所以年雨量高啦，年平均溫度高亦都係啱啦，全年係潮濕炎熱嘅。咁腐殖質層厚就唔啱啦，因為當地就係炎熱多雨嘅雨水咧，令到個分解作用好快，咁所以其實啲腐殖質累積唔到啊。OK，咁所以答案腐殖質薄就啱啦。咁答案就係1、2A 嘅呢一條。
好啊，33題係14年都係 C6嘅題目嚟嘅。咁啊，熱帶雨林嘅配對啦，第一，觀層下嘅陽光有限，所以露生層高聳，冇錯啦。咁你見到我哋嘅露生層咧，往往都會有一兩棵樹突咗出嚟嘅。呢啲我哋就係可以比喻為咧考 DSE 嘅尖子，係咪尖子狀元？唔會好多個嘅啫。咁呢啲係點樣？因為力爭上游啊嘛，佢哋能夠就算冇陽光嘅情況下，佢哋自己揾辦法去吸取陽光，咁所以呢個適應咧係啱嘅。第二日雨量多，雨量多所以就係滴水葉尖啦，咁塊葉嘅有啲尖，咁啲雨水咧過多雨水就可以滴落去咯。OK，咁就避免塊樹葉咧係浸爛咗啦，係啦。咁第三啦，土壤貧瘠，咁嘅適應就唔係根部深，因為調翻轉嘅熱帶雨林嘅根咧係淺根，根部淺。點解要淺根咧？因為要迅速吸收養分。OK，就好似我哋貧民窟咁樣，你抌一盤食物落去，你唔爭咧，就好快就俾人搶晒噶啦。喂，咁所以咧，一樣熱帶雨林咧，好多植物，所以大家都要鬥快競爭啲養分，所以根部一定係淺嘅。好嚟，咁所以答案咧就係1、2A 啊呢一條。喂，14年34條啦，都係一條好簡單嘅題目啫。咁啊，斬樹啦，對微氣候嘅影響啦，咁啊少咗樹木啦，係咪？咁啊少咗蒸騰啦，相對濕度一定係減少，咁啊得翻呢兩個啱噶啦，呢個就係錯咯。風速啦，冇咗樹嘅緩衝，係咪？風速一定係增加啦，咁所以呢個錯咧，答案就已經係 B 啦。Yeah. 好啦，咁我哋睇埋最尾啦，日溫差，日溫差係增加冇錯嘅，因為日頭嘅陽光咧可以直射落去地表咯，冇咗啲樹木嘅遮陰，咁但係夜晚咧冇咗啲樹木咧，咁啊散失嘅能量咧，地表散失嘅能量都好快，因為陸地嘅散熱係好快嘅，OK，咁所以日頭熱咗，夜晚凍咗咧，令到個日溫差咧都會增加咗，咁所以34條嘅答案咧就係 B 啦。好啦，咁35條啦，14年，咁啊，憲發達國家控制濫伐林木嘅速度有幾困難咧？我哋咁貧窮係啦，因為好窮，咁啲人一定要透過犯法，係咪？希望去搵多啲錢啦，咁所以佢哋就透過斬樹啦，咁所以好難控制佢哋嘅。第二啦，管理策略差劣，我哋即使我請啲保安員啊，我哋咁可能會貪污啦，或者係受賄啦，隻眼開隻眼閉啦，我亦都唔知點樣去管理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嘅。教育水平低啦，亦都係啦，冇辦法靠伐林以外嘅其他揾食工具去謀生啦，咁所以1、2、3咧答案都係，咁所以35條咧係 D 嘅。喂，14年36題啦，全球增溫對於 P 區域嘅影響啦，P 區域應該係新疆啦、烏魯木齊嚟嘅，係啦。咁你就會見到一個內陸嘅城市啦，係咪？咁啊，你見到海平面上升，其實對佢嚟講影響一定係不大嘅，因為佢內陸噶嘛。咁個海平面上升其實唔會影響到佢啦。咁所以其實答案已經係得翻 A 嘅啫。咁延長生長期冇錯嘅，因為佢熱咗啦，係咪？特別冬天嘅時候佢暖咗啦，有機會6度或以上嘅日子咧多咗，咁啊適合種植。加速荒漠化啦，咁亦都係嘅，因為佢熱咗啦，咁啲人可能會種多啲嘢啦，咁種多嘢，當地嘅泥土負荷唔到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令到個土地負載能力變得越嚟越低啦，咁甚至乎最尾變成攞地荒地咧，咁荒漠化令到個泥土咧係最尾係完全唔適合種植，寸土不生啦，好，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A 啦。好啦，咁就14年37題啦，溫室氣體嘅來源啦，如果大家一定要背，我係特別係呢一集溫室氣體嘅一啲人文來源咧，係一定要背嘅。咁甲烷堆填區啱嘅，雖然啲甲烷好多時都係嚟自農業啊，例如育牛放牧啊等等。咁但係其實我同大家講過啦，我哋當前我哋扼實咗啲嘢咧，埋咗啲嘢咧，唞唔到氣。OK，咁其實亦都會釋放甲烷，可能係種啲水稻，係咪？咁壓埋咗喺泥土下面啦，俾啲水浸住，唞唔到氣。咁堆填區一樣嘅。扼住啲垃圾咧，其實都會釋放甲烷。咁二氧化氮啦，亦都會透過尼龍製造廠咧，係釋放出嚟啦。咁二氧化碳咧，主要係透過火力發電啦，我哋即係燃燒煤、石油、天然氣呢啲化石燃料咯，咁就釋放二氧化碳。呢個其實答案咧係 D 啦，37題背嘅啫，不過一定要背啦喺呢一度。哇38題啦，一條 C7嘅題目啊，14年38題，咁呢幅圖啦，係咪其實好易睇嘅啫？咁啊0度啦，呢個就係平均線啦，係咪？
咁以上嘅就係超過平均啦，以下嘅就係低過平均啦，咁樣係啊。佢話全球增溫自1850年出現，1850年其實一直都係低過平均啦，直至到可能1940幾年嘅時間咧，先第一次超過平均值啊。sorry，100幾年都超過一次嘅，咁但係點都唔係1850年出現啦，咁所以答案錯，其實已經係23嘅啫。咁睇埋啦，全球增溫自1980年開始惡化，咁係啱嘅。1980年度咧，咁就開始嚟料啦，係咪喺呢一個位置？OK，咁啊越嚟越熱啦。咁啊，2010年嘅全球溫度異常約為+0.47攝氏度啊。2010年咁啊睇翻啦，OK，咁大致上你拉翻條線過去啦，OK，咁啊其實都係0.47差唔多啦，未到0.5，咁所以答案都係啱嘅。呢條好容易嘅啫，答案就係 C。哇14年39題啊，幾特別嘅一條題目嚟嘅。我哋睇下啲選項啊。第一係3000米位置嘅溫度咧，約為攝氏12度啊。其實我哋可以計嘅，佢話呢個係0米啦，係咪？咁啊，佢俾咗30度嚟嘅。因為根據環境溫度遞減定律咧，每上升1000米就會下降6至6.5度。我哋可以計啦，上升3000米係咪？1000米就6度，2000米就12度，3000米即係18度。如果個即係我哋嘅地面係30度嘅話，咁其實少咗18度咧，即係呢度係12度咯。OK，12度約 OK，約為12度，咁係啱嘅。第三啦，山峰被冰覆蓋，12度應該未結冰啦，0度先結冰啊嘛，咁所以三係唔啱。OK，咁啊得翻 A 同 C 揀嘅啫個答案。我睇睇啦，喺山峰上啦，較多嘅熱量咧會長波輻射流失嘅，咁其實都啱嘅喺呢一度。OK。咁啊，點解佢會啱咧？主要嚟講咧，喺高山上面咧，空氣咧係比較稀薄嘅，OK，個氣壓咧係比較低，咁所以咧能夠受到熱量傳導對流嘅效率咧，亦都係比較低，熱量係比較容易咧係散失嘅，OK，咁再加埋啦喺高空上面咧，其實比較少咧一啲係水汽啊，OK 等等嘅能夠儲存熱量嘅一啲物質啦，咁樣係啦。咁對比平地咧，佢係少好多嘅，啲水汽啊、塵埃啊咁樣。咁所以缺少呢啲物質嘅時候咧，其實更加容易咧係散失咗啲熱能啊，係冇咁容易咧可以反射翻落嚟。咁所以咧，第二咧係啱嘅，答案咧就會係 C 呢一條。好啦，去到第14年嘅第40題啊，C 則嘅題目亦都幾得意嘅。咁啊，一個關係圖啦，咁啊，呢個係負關係嚟嘅，負關係。咁啊，雲量越少咧，係啲咩因素越多，雲量就會越少咧？又或者雲量越少，點樣影響呢個因素咧？我哋逐個代入佢啦。咁第一啦，日溫差，雲量越少咧，日溫差越大，啱唔啱咧？咁係啱嘅。咁你試想下，我哋少咗雲嘅時候，咁我哋啲陽光喺下晝咪可以直接射落地表咯，因為冇乜雲去反射翻啲陽光走啊嘛，係咪？咁就好熱啦。去到夜晚又冇乜雲喎，喂，咁嗰啲地下嘅溫度咧，咁就即刻咧又可以好快咁樣咧係散失咗，亦都冇雲去 trap 住嗰啲熱力啦。喂，咁所以其實日溫差咧，日頭又好熱，夜晚又好凍嘅時候咧，咁所以個日溫差就會好大啦。咁第二啦，長波輻射流失係一樣啦，因為冇咗雲層咧，咁長波輻射就係喺地面嘅輻射啊嘛。OK，太陽照落嚟嘅就係短波，咁啊嚟到啦，射翻走，我哋去翻大氣圈嘅，咁就係長波輻射。咁如果冇咗啲雲喺度啦，冇晒啲雲咧，咁啲陽光咪可以直接射走佢咯。咁所以雲量越少咧，長波輻射流失係越多，咁係啱嘅。咁至於第三位逆輻射，逆輻射其實係關於溫室氣體噶嘛，咁啊同雲量嘅關係咧就冇關係嘅，咁所以答案咧其實就只有 A 嘅40題，咁應該都唔難嘅呢一條。